现代台语版圣经民数记第15章献祭的条例。上主命令摩西，着吩咐以色列人：恁去到我赏赐恁徛起的地，若要对牛群、羊群中间出来做芳芳的祭物，用火烧献予上主。无论是烧化祭，还是别款的祭，是谢愿，还是甘心献的祭，还是做期的祭，逐只羊仔着配用1公斤幼米粉，超1公升油做的素祭，以及1公升的酒做奠酒祭。无论是烧化祭，还是别款的祭，奉献的人拢着照安尼献祭物予上主。献绵羊港着配用2公斤的幼米粉，超1公升半的油做的素祭，搁用1公升半的酒做奠酒祭，用火烧做芳芳的祭献予上主。你若献牛公仔做烧化祭，还是别款的祭来谢愿，还是做平安祭献予上主，着用3公升的幼米粉，超2公升的油做素祭，甲牛公仔做伙献，搁用2公升的酒做奠酒祭，用火烧做芳芳的祭献予上主。献每一只牛公、绵羊公、绵羊仔，还是山羊仔，拢着照安尼奉献。无论你奉献几只，每一只着照安尼办理。大家在地出世的以色列人，若要献用火烧的芳芳的祭予上主，拢着照安尼办理。若有外族人来住伫恁中间，不管因是暂时，还是世世代代住伫恁中间，因若要献用火烧的芳芳的祭予上主，恁安怎献？因嘛着照安尼做。关系会众，无论是恁还是住伫恁中间的外族人，拢着守同款的规例。这要做恁世世代代永远的规例。伫上主的面前，恁安怎办理，因嘛着照呢做。恁甲住伫恁中间的外族人，着遵守相款的规例。上主阁命令摩西，着吩咐以色列人：恁去到上主带恁入去迄个地，食迄所在的美牛，着献礼物予上主。你着将第一块烘出来的饼举悬做礼物献予上主，亲像伫五穀场将初熟的五穀举悬来献同款。恁世世代代着照安尼做，献礼物予上主。恁若无意中犯着上主命令摩西的任何诫命，就是上主通过摩西命令恁的，对上主命令恁迄日到以后达世代，若有人犯着，毋过无人知，会众着献一只牛公仔做烧化祭，搁着照献祭的规例配素祭甲奠酒祭，做伙做芳芳的祭献予上主。搁着献一只山羊公做赎罪祭，这时着为以色列全体会众赎罪，因就得到赦免。因是无意中犯错，嘛有为着因的错误，带用火烧的祭物甲赎罪祭到上主的面前献予伊。以色列会众甲住伫因中间的外族人，就要得到赦免，因为这是人民无意中犯着的罪。若有人无意中犯罪，伊就献一只1岁的山羊母做赎罪祭。这时为着无意中犯罪迄个人，伫上主的面前赎罪，伊就要得到赦免。在地的以色列人甲住伫因中间的外族人，若无意中犯罪，就照相款的规例办理。若有人故意犯罪，亵渎上主，无论是以色列人，还是住伫因中间的外族人，就将伊对人民的中间激出。迄个人藐视上主的话，违背伊的命令，伊就受激出，为家己的罪负责任。违反安息日律例的人，以色列人伫旷野的时，有一个人伫安息日抾茶，遐个发现伊抾茶的人，甲伊带去摩西、阿伦甲全体会众遐，因甲伊关起来，还未确定要安怎办伊。上主对摩西讲：一定着甲迄个人处死，
会将着伫营外用石头甲伊钉死，会将甲迄个人带出营外，用石头甲伊钉死，是照上主对摩西的命令。关系三手的条例，上主命令摩西，着吩咐以色列人，因着世世代代伫三间做手，搁伫手的顶面吊一条蓝色的幼带。这个手是要互恁看到，会记得遵行上主的命令，才免恁放纵家己的心甲目睭的欲望，致到恁对我不忠。安尼，恁才会记得实行我所有的命令，分别做成归恁的上帝。我是上主，恁的上帝，捌带恁出埃及地，要做恁的上帝。我是上主，恁的上帝。